福音会当用各种无共款的方式来宣扬啦吼。事实呢，靠子叔叔甲牧师要讲的拢讲了所以呢，牧师要甲捡起来吼。我要用今仔经节甲咱三个勉励，安尼就足有够吼。靠子叔用迄个足轻松的吼表演小丑就是互你吸引你的注意力嘛吼。伊甲咱讲两项，伊讲咱用诸般的智慧来宣扬。有的人就是爱用较严肃的甲伊讲真侪神学的理论，有的人甲伊讲几项安尼足生活化的物件，譬如伊就听有。有的人只要你家己亲自做见证，因才了解原来看到你就亲像看到主耶稣。所以牧师今仔日讲的这个主题，事实甲咱的圣歌队甲咱的这扣子史册的表演，拢有一个关联吼。我用这个经文来做一个算讲一个回应吼。咱详细来用，咱会当有机会过来补充吼。只为福音的缘故，只为福音的缘故，就是呼应拄则扣子叔叔对咱所来呼召的。伊虽然伊有各种的文字，但是伊用小丑的方式，伊拄有讲去到回教的所在，去到伫一个拜铁基督教的所在，伊有法当入去，可能牧师袂当入去。事实呢，现在连中国中国你若讲夏牧师想要去中国参观，伊无你入去你都爱想讲我是一个观光客，无你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上帝互咱有无共款的恩赐，只是讲咱用无共款的方式要来分享主的听。但今仔日咱读的第一段经章就是一段只为福音的缘故所表达出来的信仰。咱伫这个经章内底，加码咧讲即句话是牧师甲加落去的，因为咱规段是咧讲一段当时门徒受到即个苦毒的故事。加码咧用这个话伫遐来宣告即群人因会做行罪。伊安尼讲，伊讲当关系这项代志，我甲恁讲，这个人唔通插，出在因去，因所计划若出伫人，一定会失败。这个加码咧是当时社会一个一个法利赛人，是众人所尊敬的。意思讲，哇安尼混混乱乱，彼得因即群人伫这个圣神降临做5旬节了，哇，规个城拢喊话起来。因若是会讲方言讲各地甲腔口的话，而且佫会医病，佫会赶鬼，佫会安尼圣神大复兴，所以规个城的人拢烧济下客要来找这个门徒。但是当时这个教会的统治者，咱知影迄阵圣殿用圣殿为主的这个领袖、宗教领袖看到讲哇，这声咱的地位当也无去因为咱只敢来做官尔袂晓讲主的话啦，拢是照遐个句话咧宣讲啦，听无看到讲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改变。所以因就甲这个门徒抓来就对啦，抓来要甲因处理啦他这要怎处理呢？就是听这个加玛列加玛列甲因讲的建议，讲出这段话，讲若出伫人一定失败伊佫讲落这句话佫较重要，讲若是出伫上帝咧，恁就袂当甲因消灭，行了煞甲上帝做对头。所以议会就接纳这个加玛列的意见。门徒当时对圣神降临因开始宣讲主的话，传福音彼得当时宣讲有几啊千人来信主，迄个故事是煞接到这。等下日即位，咱看见因开始热心的传主的福音，所拄到的是甚物呢？圣经记来讲，因叫使徒入来，用鞭甲因拍，
毋是讲安尼就煞，干嘛咧讲啊？莫插面啦，啊，就互因放弃，毋是啦，啊，佫毋甘愿，因为遐宗教领袖啊，吼，即阵人吼乱甲咧真艰苦，足气的就对啦。啊，虽然毋通甲因处，啊，用鞭拍就算上轻的就对啦吼。伊讲用鞭甲因拍，命令因袂当佫爱奉耶稣的名讲道，啊，然后放因出去，鞭拍命令因袂使讲。但是这温度安怎？圣经记载讲，使徒离开议会，满心欢喜，因为因注意哦，伊讲因互人看做会堪得，为着主的名受辱。因会堪得，哇！这句话互咱真大的迄个震撼啦吼。伊表示讲，我因为传福音，互人甲我迫害，甲我鞭拍，我会堪得，哦，迄是我的荣耀啦。咱逐人嘛是要闪遐个迫害，闪遐个艰难，闪遐个病痛，闪遐个鞭拍。但是讲我会堪得，啊，这是我的荣耀。所以会堪得为着主。这是我的荣耀。你做爸母的，会堪得为着囝儿来拍拼，互因有一个温暖的厝，你感觉这个受苦是安尼足甘愿的？咱真侪人为着疼这个国家，欢喜为着国家来牺牲，为着国家来征战，这嘛是一个感觉讲迄种荣耀的对。但是无有比讲，这个人为着主的福音欢喜受苦，所以。议会安怎甲讲啊？不管啦，14、20讲，因逐日伫圣殿甲日家厝继续教示人，传主耶稣。啊，这就是呼应着拄则即个扣子史书对咱的分享。啊，保罗嘛安尼讲啦，吼，保罗伫即个罗马书1章14、19、16节安尼讲，无论甚物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的，有智慧也是无智慧，我拢欠因的债。这是一个态度就对啦，意思是讲。任何人拢是我传福音的对象，不管是遐咱所讲的遐高级人士，也是凡夫走卒，拢是主的百姓。讲我拢欠因福音的债，所以我迫切仰望，嘛会当将福音传到伫恁罗马的人。啊，这句话嘛会当叫做今仔日的金句啦吼。咱做伙来读这节好无？预备来。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犹太人，后来外邦。我要用这段经节的回应讲到这段后壁段咱以后有机会，咱过来咱的教会下半年度有要做这个。福音小组也是这幸福小组的训练，咱到9月、10月，咱要开始去推动这届的这个幸福小组来宣传福音，也是要做咱这个叫做这个福音的地会啦、福音的餐会，就像课主叔叔讲用各种方式就对啦，吼，要啉食嘛咧传福音，伫表演嘛咧传福音，吼，有影歌星用伊的名声咧传福音。为着讲要将这个福音的大能力来宣扬出去安尼。当遐日即位，咱看这段经文是咧讲起着为主受苦的福音的见证人啦，欢喜甘愿为主受苦。伊安怎讲呢？《使徒行传》这本册是咧解说使徒的行踪甲福音的工作，因的传扬的对象就是耶稣。所以呢。传扬好啊，你用各种办法真好吼，对无？拄则扣住事实的方法，咱用圣歌对吟诗的方式，一个足水的音乐来传福音，什么诗歌报道，逐项拢好啊。但是这个报道毋是遐尼简单的，因为因传扬主耶稣的福音，佫爱拄着压迫，安尼要传无？然后你足辛苦，佫会当表演，互你的温数拢出来。但是，当你拄着苦难咧，拄着压迫咧，拄着阻挡咧，但是因无屈服，犹原坚持传福音，这就是使徒所传的见证。我要讲起讲，咱拄则讲干嘛咧？甲因苦劝，讲甲因放弃吼，对无？放弃，佫毋甘愿小我甲拍一个好走。迄个鞭拍毋是遐尼简单的事，
这个鞭炮毋是安尼说，伊圣经就安尼去讲，就安尼使徒叫因入来吼，甲使徒叫入来，鞭炮因呐，佮命令因袂当佮照着耶稣的名来讲道，然后偷放因安尼尔。啊，听起来讲啊，都小可处罚一个啊，但是小可处罚你看哪讲，圣经台语是安尼写，吼，因叫使徒入来。甲因鞭炮，命令因袂通阁用耶稣的名讲道安尼。也遮个门徒毋只干是传福音那听，毋是讲啊，伊讲一个讲出来啊，人就听，无遐尼简单吼。就拄则讲迄个鱼啊吼，毋知要爱食啥，你都毋知影咧吼。啊，门徒受到鞭炮是遭受到严重的刑罚呢。那照迄个经节的描写吼，但是刑罚上刑罚。啊，鞭炮还鞭炮，拢无法度人阻止因继续来传福音。希伯来文的圣经描述什么？用鞭甲因拍，意思是什么啊？像要拍到皮裂开呢？皮互剥开迄种疼，毋是普通的鞭炮，因为当时的鞭是用牛皮来做的。那看起当时耶稣互遐个会堂的遐个警卫吼来甲拍的时阵，迄是迄个鞭吼，伊尾啊，佫加着遐刺咧。迄个鞭吼，伫迄个尾啊，佫有迄个刺的膏，啊摔落去吼，然后皮开肉绽就对啦，是安尼。啊，所以咱看起圣经有几个记载，申命记25章第3节讲，鞭炮的刑罚是安那？爱拍40个以下，袂使超过。是安那讲爱拍40个以下？因为超过即个数字，就是公开甲因侮辱啦。啊，所以大部分吼，迄款鞭炮是专业的，吼，毋是黑白，像咱有个爸母吼，啊，起起来吼，拿鞭炮啊，甲囡仔摔两下啊，毋是遐辛苦呢。因为大部分拍无10个吼，就规身躯拢血淋淋就对啦吼。啊，伫即款情形的下面，咱注意甲看保罗是安那伊拄着的吼。保罗拄着足侪摆，哥林多后书11章24节讲，保罗互人拍5摆，每摆安那40，啊佫安那减一个，40减一个，啊就是在遵照因拄啊伫迄个申命记内底所写的讲吼，若超过40个就是侮辱人啊，啊我着39个就好啊，啊39个就无违法，啊毋过已经足严重啊，但是因为安尼。也无阻止着保罗伊传福音。今仔牧师本来要分享的，就是咧讲啊，到底是安怎？保罗吼用什么方法、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啊？保罗又愿要来传福音啦，吼，又要来传福音。保罗拄着遐尼多会主动啊，无惊吓、勇敢传福音，有啥侪理由？因为理由牧师的大纲有写，啊，咱后续咱搭做伙来学习。我会记咱定定听见一句真要紧传福音啊，对咱的一个提醒啦吼。伊讲无付袂出的代价，无付袂出的代价，只有看袂到的价值。好，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咱的扣子叔叔，咱的圣歌队。咱用各种的方法要传扬主的福音，除了是上帝对咱的呼召以外，你敢毋讲？哎呀，我无缘无故啊，了钱了工啊，甚至亲像保罗因来互人拍，啊，我是何米苦要做这咧？你一定有是一个动机嘛，对毋对？吼，你为着你的囡仔会当健康成长，互你囡仔读册啊，会当好好啊发展，所以你安尼较苦、较艰苦，你都要做啊。因为你有一个价值，知影将来这个囡仔若有发展，是我上大的安慰吼，上大的祝福。啊，咱传福音是为着什么？敢是眼前的这富贵吗？无嘛，吼，足侪人牺牲啊，钱开去啊，都是为着要传福音，是因为看见迄个灵魂得救伫天国，上帝所赏赐迄天国的价值。啊，这价值，因为咱看见这个价值，我就勇往直前，我无要退。啊，这是保罗伊努力的一个方向。我希望
后一次咱才做伙来学习这段保罗伊安怎欢喜甘心为主来传福音的这个故事。咱这时要来吟首回应诗吼，这首回应诗是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咱坐咧吟就好，因为时间的关